生，让我们在世上说犯的罪。
心，让神的灵能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预备自己，在他生命里面，我们开口赞美，开口祷告，开口感谢，向他来说话。哈利路亚！我走在充满荆棘犯罪的道路，为迷惘，会迷路，你总是我的保护。诱惑不断，考验很难，沮丧跌倒，求你挪开，牵着我往前走，不要回头看，我要一起追赶，经历生命的重生，虽然会有软弱，更要靠着信心回转里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的名。我们一起来好吗？我走在充满荆棘犯罪的道路，为我会迷路，你总是我的保护。诱惑不断，考验很难，沮丧跌倒，求你挪开，牵着我往前走，不要回头看，我要一起追赶，经历生命的重生，虽然会有软弱，更要靠着信心回转里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的名。我要走出困境，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的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吧。我们来为这个礼拜的感恩，我们来向爱我们的主耶稣来说，我向他感谢，甚至我们来向他赞美，甚至在我们有时候在遇到这个接下来的人生路上遇到困境，遇到不明白的事，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向主求，我们向他要，我们向他来说，向他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一起追赶，经历生命的重生，虽然会有软弱，仍要靠着信心回转里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我们再一次来说，我要一起追赶，我要一起追赶，经历生命的重生，将我的右手放在我的心上，靠着信心回转里面，我要走出困境，依靠全能的真神，放下自己，学习谦卑，荣耀你的名。我现在做的祷告，主啊，我是何等的不配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这样子的开心的唱着诗歌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得着丰富。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个人，也愿你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愿你
谢谢你不是爱着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在困境，或是当我们遇上罪恶的时候，主你永远都对我们不离不弃。谢谢你，我求你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求你圣灵此时此刻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孩子，当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求。阿门。阿门。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正道，我们请黄牧师，他的题目是活水涌泉。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4章的这段经文，它其实是在叙述，就是耶稣在有一天的日正当中，正热的时候，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当时耶稣他感到相当的口渴，我想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口渴，非常的口渴。那他就来到一个井旁，一口水井的旁边，希望能够止渴。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撒玛利亚城的妇人来到井旁要来打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5次失败的婚姻，她结婚结过5次。然后呢，然而她在那个时候呢，她并没有在一个婚姻状态，她跟一个男人同居。所以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市里面呢，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妇人。因此，她为了避人眼目就利用中午的时候去井旁打水。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打水，中午正热，很少会有人做苦力，通常都是在清晨，天刚亮的时候打水。一方面呢，是可以供应一大早就是家里就需要一些水用水那他为什么在中午打水呢？因为中午的时候都没人嘛。那他又是一个在道德上，对于大家在大家的眼里，他是一个道德上可能有一些缺乏的人。所以呢，大家对八卦这些八卦新闻、八卦消息，对他指指点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了避开这样子的被指指点点的情况呢，她就利用中午正热的时候出来打水。可是很不幸，本来她想说没人，就一看哇，怎么井旁坐了一个男子？他不知道他是耶稣。这个男子他就产生了防备心，因为他的装扮，他一看是犹太人，那个男子是个犹太的男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其实他们因着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平常是不相往来的，甚至是有一些敌视的状态。当耶稣坐在井边，看着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充满防备心前来井旁的时候，耶稣就主动向他说话。耶稣主动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请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面对不同的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面对充满防备心的人，耶稣主动开启对话，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耶稣首先他要让撒玛利亚妇人知道说，这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你口渴，我也一样口渴，同理心就这样建立起来。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在成年传道，他在四处传道的时候，遭到许多人的不谅解，甚至他家乡的人也不谅解耶稣。所以同样是被自己家乡人排斥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样子一个情况呢，耶稣可以体会撒玛利亚妇人不被认同的无奈跟心酸。与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生理状况，就是她口渴、口干舌燥这样的生理上的状况，也反映了她生命当中的情况。口渴我们都很是立即性的，我们马上很本能的想要找水喝。可是当我们的生命出现干渴、生命出现状况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像温水里的青蛙，充满了无奈，然后很多事情又没办法去做，就只好一步一步的看着自己走向死亡。但是呢，也没办法，很多事情我们都无可奈何。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将自己的幸福投射在她的另外一半，所以她不断的有婚姻，一次又一次，5次的婚姻都失败，然后又一次，最近的这一次又同居的关系。当她把她的幸福、把她的未来投射、盼望在另一半身上的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常常把我们的未来、把我们的期盼执着在某一些事情身上。比如说，当我们把我们的期盼
父母亲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父母都常说啊，父母都有一个想象，青出于蓝要胜于蓝，我的孩子要比我还要更好、更优秀。然后，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父母身上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父母关爱的眼光或肯定眼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永远没办法达到父母的要求。当我们有孩子，把盼望放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身为父母的又很无可奈何，因为世代的鸿沟，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不要有冲突就不错了。好，真的不要有冲突就不错了。当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成绩或者是放在绩效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外总是有人，天外也总是有天。那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另一半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另一半身上，我们永远可以鸡蛋里挑骨头，我们永远都可以找到另一半让我不舒服、很碍眼的事情。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又放在我们的主管、放在公司上司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自己永远都填不满主管的那个期盼。为什么？因为好还要再更好，对不对？主管都会告诉你，你这个业绩做得不错，你成绩考得不错，但是呢，好还要再更好哦。如果我们把盼望又放在同事、同才、同学的身上，我们就要常常像只变色龙一样，按着我们的环境，按着我们的同才，常常在变色、变颜色、变化颜色。我们要维持一种在人际关系上的平衡。当我们把盼望又放在客户身上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客户的眼光常常在漂移，在寻找新的商品、新的刺激。所以很多时候，各种情况，我们都会常常看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充满了错误的期盼跟执着。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有执着在哪一个点吗？我们是不是任由自己一直处在一种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种干渴的状态？今天他走向了耶稣，耶稣在井旁等他。他看到耶稣，他并没有说啊，好吧，有一个人在那边，让我回头了。他继续往水井的方向走。当他走到耶稣旁边，耶稣告诉他说：“就是今天的这两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这两句经文，约翰福音书4章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没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在她的世界里寻找活水，但是呢，耶稣说，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唯独到我里面来，你才可以找到那永远不干渴的活水。撒玛利亚妇人在跟耶稣后来又做了几次的交谈以后，她总算能够明白耶稣的意思。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若你是在耶稣基督里，若你有受洗，你有归入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也应该有活水涌流。如果没有，那可能你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深。没有关系，上帝总是会开启很多扇门、很多扇窗，让我们透过各样的事物来更认识耶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我们乐团的姐妹们她们的分享。看他们如何从对这个世界的执着转向耶稣，得着圣灵的帮助，得到活水的泉源，得到那从他们生命里面自然涌出来的，不用再去井边打水，从他们生命里自然涌出来永不干渴的那个力量，然后他们就可以勇敢的与过去的那些执着说再见，与过去的挫折告别。我们首先就先来听吴以轩姐妹的生命见证分享，请以轩。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从有印象以来，就是我从出生到现在，每个星期天我都一定要来教会。从小时候开始呢，我很叛逆，
我妈每次叫我来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我要来教会？为什么要上主日学？为什么要去少气？烦死了！我现在功课都读不完了，为什么要来？我妈还是会说你现在就是要去，你就是要去，就是逼我。然后呢，到现在我已经转变我的心态了，因为我在中间原本是从不相信神，到现在我完完全全的相信神，而且我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在3年前，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在3年后的今天，我和我的妹妹拥有3家属于自己的店，卖着全台湾最好吃的煎饼果子和饭团。我记得在刚开始创业的第1年的时候，是我人生哭最多的1年，然后最悲伤的1年，最丧志的1年，最自卑的1年。我记得那时候每天工作完回到我的房间，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拿起我的枕头，捂住我自己的脸，然后就开始狂流泪。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你要让我这样？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人支持我？难道读研究所的人就不能出来卖吃的吗？难道研究所的人卖吃的就没有前途吗？我每天就是因为家里的人也很不支持你做吃的，他觉得说你好好的书读完，为什么不好好去上班？你要去卖吃的呢？你这样是怎样让自己受苦，然后又不一定可以赚得到钱？家人害怕我受苦，然后又觉得说你书已经念这么多了，为什么不好好去上班？可是我心里就觉得说，难道我要做好吃的美食给大家吃，错了吗？圣经有规定，读到硕士就是不能卖吃的吗？没有人规定吧？然后我心想，我就一直在枕头里面，就是跟上帝说，上帝，你一定要帮助我。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也只有你能听我讲话，其他外面的人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他们都不支持我。你一定要让我有坚定的信心，让我勇敢的走下去。我隔壁的摊位的葱油饼卖了30年了，他每天在排队的队伍就是这么长，我前面就是一个人都没有。那怎么办？上帝，我一定要超越隔壁那个30年的葱油饼，我一定要超越他。然后我心想着，上帝，可是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做，我好像缺了一只手一样。上帝，可不可以赐给我一个可以愿意跟我同心合意、一起努力的人？他愿意一起跟着我一起吃苦，一起把这个美食发扬光大。结果，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他在我做到第1年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排队的队伍超越了隔壁开30年的葱油饼，而且我的人潮排到他的店门口，而且是每一天，只要到中午、晚上吃饭的时间，我的人就一定会炸开，一定会排到天边去。然后呢，当我那天很沮丧的时候，可能路上的人走过去，学生走过去说：“我跟你讲，这家煎饼果子超好吃。”我跟你讲，你翘课哦，你没去上课哦，我一定要先排到这个，我才要去上课，就一定要吃到以后他才要去上课。我走过去，这家煎饼果子那个老板很正你一定要来吃。大家就是每当我很沮丧的时候，大家都会路上都会有一些小天使，就会讲一些话来，冥冥之中来鼓励我。我就很感谢神。最重要的是，刚刚前面的祷告，每天祷告我都有祷告一个，我希望有个人可以跟我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没错，上帝帮我找到了他，而且我没有去拜托他，是他愿意放下他手边的工作，他愿意全心投入，一起来帮我。而且这个人世界上也只有他可以容忍我的脾气，也愿意跟我一起同甘共苦的人，那就是我的妹妹宜家。他真的就是帮了我的大忙。在第1年年底以后呢，我们一起努力，在第2年我们开了我们的第2家店，北车店。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冲劲，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一定可以杀出一片天。然后我们就抱持这样的信心，每天都很努力的做，很努力的做。到了我们开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我们在滑网络上的消息，滑到了一篇令我们心里很沮丧。我们看到有一家也是开煎饼果子的，在台湾卖煎饼果子的人很少，然后他也是卖煎饼果子，可是他从招牌、布帘、口味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模仿我们的，但是他被很知名的网络平台叫波波代理，他被他们报道了这个美食，所以他们生意变得很好。我每天梦寐以求，就是波波代理的小编可以走到我的店门口，默默买了我的煎饼，默默的吃了一下，不用花任何钱。他觉得哇，这东西好好吃，他会帮我报道。没有，结果他报道了一家全部都是模仿我们的东西的人。
我当下我跟我妹妹心里非常沮丧，那1个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魂不守舍，没有心情工作，就觉得说我们这么的努力，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明明报道的应该被报道是我们啊！我每天回家一样是流泪的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不应该是这样吧？你知道我们有多努力，你派了妹妹到我的身边帮助我，你让我走到了现在的第2家店，你不会这样子亏待我，你不会这样子对我。主啊，到底该怎么办？我没有钱去做任何的行销，我没有钱去做任何的广告，因为一则广告打下去就是要6万、10万。我就跟神说，我没有这种钱，到底该怎么办？就在我们很沮丧的那个月，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一通电话，他一拿起来他说：“喂，请问是就筛煎饼果子的老板吗？”他很严肃，然后我想说，我现在遇到了，已经心情很差，你现在是要来跟我投诉什么东西？我说：“对，我是。”然后他说：“你好，我是台视的记者，我想要来专访你的煎饼果子。”我当下听到的时候很震惊的。我说你这个是要钱的吗？你要钱要6万块对不对？我不需要哦。我心里就觉得，又是一个来打广告，又要我去买这广告。他说不用，因为我在前几天我的朋友吃到你的煎饼果子，他拍照给我看，他看到他说这个东西在台湾很少人在卖，而且这家好吃好看，又是2个姐妹一起创业，这个很有报道的素材。然后他就说，所以你们是免费的，其他人来直接去找他们的话都是要钱，都要6万块。他说，所以你们是免费的。就这样，我们接下了这个他来专访我们。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听到这一切，我挂掉电话后，觉得这一切都是梦啊！我跟我妹妹互看，我们2个没有讲话，但是我们心里知道，上帝出手了，这一切都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这个是拍摄当天的状况。当天呢，在前一天的时候，我很害怕当天现场没有人，记者拍起来的话会不好看，所以我请教会的一些兄弟姐妹还有牧师他们到现场支援我们，总共来了4位，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当天自己来的，我们没有叫没有任何偷藏的人，其他都是现场看到的人自己来买的人，所以当天拍摄情况就是这么多人，已经排到了红砖道。然后记者还说：“你们每天这么多人，吓死人！我们等一下有没有时间采访？”他们还会紧张说：“等一下有没有时间采访？”所以那天也采访到了很晚。真的很感谢神，在这一切当中都是超乎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然后这是那个拍摄之后在电视上播出的状况，在台视播出。然后在从头至尾呢，很不支持我做这个的就是我的家人，还有我的父亲。但是在播出的这一天，记者告诉我说，播出的是哪一天？他说是12月15号。12月15号是什么日子呢？是我爸爸的生日。他等于把这个报道当作送给我爸爸的礼物，还要我告诉我的父亲，我做到了，因为我靠着神，我们做到了。就是因为靠着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在祷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神根本就没有在听我祷告，神到底在哪里？我从小就乖乖去教会啊，为什么就是神就是没有听我祷告？其实神从头至尾他都在，他都在听你的祷告，他会在最好的时机出手拉你一把。然后也很感谢在创业的过程中，有很多教会的小天使也都有到我们店里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然后也在今年，虽然疫情大爆发，神没有让我在今年的营业额下降，反而让我们今年的营业额上升。在今年的7月，我们又开了我们的第3家店。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左边这张照片呢，是我的笔记本里面夹着一个经节，是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抽的圣经节的卡片。它上面的经节写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没错，这件事情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相信也会发生在大家的身上，因为只有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拯救。接下来这首歌跟大家分享，是在我创业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写的词，然后婷一帮我谱的曲。尊荣君王，你认得我的模样。
渴慕你来到身旁，只要你在，不惧怕即便风浪。举目仰望，灰暗之地你照亮，尊荣君王，你认得我的模样，亲爱救主，渴慕你来到身旁，只要你在，不惧怕即便风浪。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战胜一切，荣耀归你。主啊，灰暗之地你照亮。举目仰望，灰暗之地你照亮，尊荣君王，你认得我的模样，亲爱救主，渴慕你来到身旁，只要你在，不惧怕即便风浪。举目仰望，灰暗之地你照亮，尊荣君王，你认得我的模样，亲爱救主，渴慕你来到身旁，只要你在，不惧怕即便风浪。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我战胜一切，荣耀归你。你是我唯一拯救，永在的救主。你张开膀臂，我毫不畏惧。你是我唯一拯救，永在的救主。你张开膀臂，我毫不畏。主耶稣，生命泉源力量在你，主耶稣，我避难所平安在你，主耶稣，战胜一切，荣耀归你。举目仰望，灰暗之地你照亮，尊荣君王，你认得我的模样，亲爱救主，渴慕你来到身旁，只要你在，不惧怕即便风浪。是如何经历上帝的？大学的4年，我除了好好的读书，然后参加球队之外，那我也跟现在大学生一样，就是修好爱情学分，就是修好修满修4年这样子。那和对方就是除了彼此很契合之外，和朋友跟家人都非常契合。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心中就开始规划很多小小的蓝图，对。然后在研究所推甄上我自己的第1志愿之后，我就觉得仿佛人生胜利组，而且大家都很羡慕我这样。
但就在研究所开学大概1-2周之后，我就接到一通电话，被告知分手。那我挂电话的当下，就是我的家人都在我旁边，然后他们就是陪着我祷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有记忆以来，我第一次看到我阿嬤哭，她是关在房间里面哭得超惨的那一种，对。然后因为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朋友，又是跨系的交往，对，所以我很害怕周围的人不知情而提起他，所以当下我是选择直接在社群网站上面公布我自己分手的消息。对，那其实我是一个在感情上面非常没有自信的人，在分手的当下，我是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跟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了这么多，就怎么得到的是就一通电话被告知分手，单方面的分手这样。对，那同年的11月底，也就大概1-2个月后，我又得知一个消息，就是我跟我感情非常好的外公，他癌症末期。对，那我那时候是一直埋怨上帝，为什么要把在我人生所经历未曾经这么大的痛苦一次加诸在我身上，包括失恋还有亲人离去这样子的事情。但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其实我很感谢这份信仰，因为他在我人生最得志的时候，主动给我上了一课，他让我知道我有多软弱，我才会更需要他这样子。对，那在疗伤的过程中，虽然过得很疲惫又很恍惚，但是上帝他知道我的能够承受的压力在哪里，所以他在我生命中放了许多的小天使，也有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就在疗伤的初期，就我的爸妈跟我朋友都不敢放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一在家只要一个人就一直哭一直哭，对，从来没有停过。对，那他们就是一直带我出去玩，很像明星一样，就是每天满档。对，然后最右上角那一张照片，就是我还印象很深刻，分手的隔天，然后我一下楼就遇到静慧姐还有淑慧姐，他们在1楼忙社区的服饰，他说一看到我就很像我妈，然后就是冲过来抱着我，一直哭啊，没事没事，想哭就哭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拍了一张合照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我刚在台语堂忘记讲，就是我分手那一周，我就是翘掉所有研究所的课，对，然后我同学还打电话过来给我，然后就说，教授都会一直打开实验室问说啊，子瑜来了没？子瑜还好吗？这样，然后我一回去上课的时候，教授把我叫去办公室，是我害你太忙，然后就分手了这样子，就还蛮好笑的，对，所以。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我来到建成，大概才3个月，然后就遇到圣诞节。那也是我在教会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演玛利亚，还有跳舞跟当主持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上帝他其实默默派了很多任务给我，让我去转移注意力。那大家可能就想说，我好像恢复的也蛮好的，才3个月就好。然后我因为了观察自己的状态，所以我在这1-2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在第3个月的时候，日记写到说，好像认识自己更多，但是压抑得很痛苦，发现自己不喜欢在别人面前掉眼泪，害怕伤害身边的人，有一段时间都哭不出来。那这段写的有点像是说，因为我知道身边的人就是非常的照顾我。然后我不想要让他们失望，不想让他们感到难过，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表现出来。那我觉得在疗伤的过程中，有很多这种情绪拉扯是很正常，只是重点就在于说我们敢不敢去面对这个伤口，因为我们唯有去面对这个伤口，我们才能更认识自己，也知道神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所要计划的是什么事情。对，那时间拉到1年后的日记上面写着说，我用失恋认识真爱。当我们能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伤口就会从心底的深处愈合，因为神从来不靠感觉吸引我们靠近他。到分手后到现在已经3年，然后我很喜欢我现在有的工作跟生活，
还有教会的服事。然后虽然我不确定下一段感情会不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样子，但是上帝他告诉我说要把一切的事情都要把它放在首位，对，然后要把未来一直放在祷告当中。那接下来这首创作是描述了我在这3年间与上帝的关系，不仅是在感情，在我感到很难过、绝望的时候，我会一直紧追着它不放。但是在我很得志，好像要顺遂起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自顾自地往前走，把它摆在后面，看重人的感觉，更看重胜于神。所以，这首歌就是写了我这样起起落落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其实上帝他一直都在，他还是陪在我身边，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软弱。那以西结书34章16节写道：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那不管我们离开上帝多久，要鼓励大家都不要放弃回到他的身边，因为他从来不放弃与我们一起找回最起初单纯依靠他的那个模样。也许很多时候我们都害怕跌落谷底，不要忘记当初向上的勇气。亲爱天父，赐我一颗更爱你的心，每一天我要更多更多。主的你必领会，谦卑在你面前，找回最初的模样。受伤的你必缠裹，有病的你必医治，不伪装不逞强，我知道你爱我最真实的模样。
想当个小孩，那就是我的家庭的爸爸妈妈从小都很支持我任何决定，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工作上，他们都是很支持我，所以从小我就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那不管任何事上，我都有很好的后盾。那这样子以来，我20几年的人生都一直很顺遂。那是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有了一个人生非常大的课题。那一年我的肩膀酸痛，很痛，所以我去照了 X 光。那意外照到了一个有这么大颗的肿瘤，7、8公分。那时候22岁的我，那时候人生才刚要起步，才刚开始第1个月的工作，我就被医生宣判我的淋巴癌，这就是癌症。那个时候的我是没有办法自信，我是这么的生活作息正常，那我也是个很乐观的小孩，我也没有什么难过，但是为什么会是我得到了？而我的同学身边的人，我没有听过有人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得到了癌症这么严重的病。那因为这样子，我的父母家人都很焦虑、很恐惧，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面对，因为如果癌症了，我们就要去治疗。那时候我就接受了要开始我的化疗的路程。那总共要做8次的化疗。化疗的感觉是，就是你打完了化疗药剂，你会有很多副作用。那副作用就是你会不断的呕吐，然后你吃什么东西，你基本上你就会想吐出来。但是你又不能不吃，因为你不吃的话，你就没有抵抗力去对抗癌细胞。所以那时候很多时候妈妈煮了很多肉，红肉还有鱼，你就是要硬吞下去。那很多时候其实我是配着水，然后把它又吞的这样一口一口的吃，甚至妈妈可能是喂鸡汤，要不断的给我补充抵抗力这样子。然后有时候的晚上我没有办法平躺着睡觉，我记得有很多个晚上我是坐着睡觉，因为我的胃食道逆流，然后胃胀气，我要不断的一直按摩我的胃，我才能觉得舒畅。所以我是坐着睡着，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会晚上吐到我会冲去马桶，抱着马桶吐，不停的吐到后面我都直接坐在那里睡觉，因为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这样来来回回走来走去，我就让我睡在这吧。所以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对我来讲我还年轻，我当时就想说我忍着呀，就可能就过了。就这样子1次、2次、3次，做了8次的化疗以后，就终于结束了我8次化疗。那八次化疗后是半年以后，我要来医院的看诊间，我要来看我的报告，就是我的癌细胞经过8次化疗有没有死掉这样子。我记得那一天我是带着蛮开心的心情，因为我一直深信我8次我治好了。我还跟我爸妈说，晚上就订个火锅，这样可以庆祝一下我重生咯。那就这样子，我用这个心情进入了诊间，然后我看着医生，看着我的辫子，拿着滑鼠这样一直动来动去，看着辫子，他一直皱眉头，然后不讲话，然后我就说，医生那个片子怎么了吗？他想了很久很久，他对我说，你这个报告就是你的肿瘤7、8公分完全没有消，而且它变更大了。然后我当下听到是，天哪，怎么可能？我做8次化疗，你跟我说肿瘤更大，我说所以是没有药可以医治，我可能会死吗？就是我当下竟然问他，我是不是有可能死？医生对我说，马偕医院就只能帮你做到这，因为你的癌细胞太顽固了，你很年轻，我们的药都没有用，你只能现在赶快去台大医院做骨髓移植的治疗。骨髓移植的治疗，我当下跟我妈听到是，真的是腿是瘫软的。那个不是就是连续剧你才听得到，配对失败什么的，你可能会死亡的那一种很可怕的病情。
那我已经有点忘记我当下是怎么走出医院的，我只记得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好像人生就是全部都是黑白，我很绝望，非常绝望，因为我会觉得我努力了8次，我也顺服着上帝给我功课，我努力做了，竟然是被宣告失败。我当下甚至有在开始恐惧，我有没有可能会死掉这个问题。那当时有很多，因为我是教会长大小孩，很多大家的亲友，还有教会的兄弟姐妹不断鼓励我。有人写信给我，有人来家里当我代祷，给我勇气。那也有人做诗歌给我听，不断的让我重拾一点找回信心。那就这样子，我还是要接受，因为我的肿瘤一直在变大，你不动它就是可能到10公分。我很快的就到了台大医院做我第2次的治疗，就是骨髓移植。介绍一下骨髓移植是，在做骨髓移植之前，你要先做完4次的高剂量化疗。那第1次我刚刚讲马街那个化疗，其实你只要打3小时而已，而这次是96小时，是时间拉长到5天4夜。我的那个剂量是96小时不停的打入我的血液里面化疗的药，而且它的药剂是更重。医生跟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痛苦会比上次再痛苦好几倍，修复时间更久，甚至到10天、20天，你才会没有副作用。我非常的痛苦，这个高剂量化疗我吐的时间更久了，甚至我免疫力到非常低的时候得了蛇皮，然后还被坐着轮椅，蛇皮是你的神经全身痛到没办法睡觉那种。那我是被坐着轮椅哭着去里面就是急诊，然后除了是身体的痛苦外，我觉得那时候的心灵上也是已经很难熬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病房住的有一次是，我隔壁有一个跟我的一样的淋巴癌的姐姐，她在半夜的时候突然一直对她爸说：“爸，我不想活了，我不想再治疗下去了。”她连续这样轰炸了3、4个小时，不停的说她不想活了。而我就在她隔壁，我半夜没有睡，一直听她说她也不想活。听到后面，我也觉得我好像有点不想活了。你这样子，我们没有一个好像一起努力的那种感觉。那一次也是造成我心里有开始恐慌。那一个晚上，我呼吸突然没办法正常呼吸，非常急促到护士马上拉进来了氧气筒给我，让我镇定下来，打镇定针去稳定我的情绪。所以高剂量化疗的治疗是非常的难过痛苦，但我还是做了1次、2次、3次，直到第4次的时候，我的那个临界点已经应该爆炸了，就是我就是不想再进去医院这件事，我很逃避。那一天我把妈妈叫进来，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帮我打电话给医生说，我不要做了，我觉得太痛苦了，我想要放弃。然后我就不停的大哭，我说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这么年轻，做这次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那上帝，你到底在哪里？我不断的抱怨说，我觉得上帝是假的，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受苦，我那么爱你，你让我受苦成这样，失败了那么多次。那一天，我妈对我说，她抱着我大哭，大哭就说：“那你就大声跟上帝呼求吧。”那是我第1次是在房间就大哭，然后不停的说：“主啊，求你救我，我真的好痛苦，我真的是快要放弃了。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这受苦。”然后就是这样子呼喊着，我就睡着了。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是在我家的客厅里面，然后爸爸正在看报纸，哥哥在看电视。那我是坐在这个位置嘛，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我就对我爸和我哥说：“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云然后这个云它变成了耶稣的脸，
伸出了双手，对我说：“孩子，到我这里来吧，我会给你平安。”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的，我心想，我这20年从来没有梦过耶稣。就在我半夜大声呼喊你说：“神啊，救救我”的那一天，你来到我的梦里，你不止回应我，你甚至还安慰我，告诉我你在这里给我平安，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神回应了我，让我又重拾了一点勇气，让我有勇气做了最后一次的高剂量化疗。那经过医生的诊断后，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做骨髓移植了。那骨髓移植呢，又更可怕了，因为它是要住到无菌室里面1个月。那最恐怖的时间是你会有几天，大概1个礼拜，你的白血球会变到0。那很多人是因为白血球0的时候被感染得败血症而死亡。所以我进去前我是有签有可能会死亡的那种同意书，就是会有很大的风险，可能会那样。所以你进去的时候是只有1个人可以陪伴，就我妈妈，然后她就是要穿无菌衣，全身装扮好，然后所有的食物都需要经过消毒，手机要消毒，是全程都是非常高紧密的，就是要卫生习惯要做得很好。看一下，就是当时是我爸跟我哥他们会透过玻璃，然后就给我打气这样，他们进不来。那还有好朋友，就是隔着玻璃打气，有雨翔，然后还有后面有定信，他当时也有来。其实有很多好朋友有来，那照片就是目前有点就是后来没找到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妈，她最辛苦，她在里面陪我了25天，她穿无菌衣，然后全程那时候的过程，每一天我的粪便、我的尿都是我妈妈去帮我测量，然后要记录下来。就是过程中是妈妈一路的陪伴。在那个过程中，无菌室里，其实我有几天我有点没有意识了，是因为不停的发烧、呕吐，那个已经有点到没有意识自己在干嘛。那我有记得在没有意识的那几天的某个半夜，我有梦到，不是梦到，就是我感觉有人一直在帮我盖棉被。他帮我盖棉被，我就赶快转头看我妈是不是来帮我盖棉被。然后结果不是，后来还有第2次、第3次，一直有棉被这样往上盖的感觉。我又睁开眼睛在看，是谁在帮我盖棉被？是护士吗？还是妈妈？那没有，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是恐惧，我反而觉得上帝好像陪伴着我的感觉，有种温暖的感觉。就这样子到迷迷糊糊到了隔天，妈妈又例行公事的念经文给我听。当时她有个绿色本子，每天会挑个经节念给我听。就在那天早上，她念了这个经节，我被铺床的隔天，她念了这个经节给我说，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那个小本子里面有100多个经节，妈妈却在我发生那件事情的隔天念出了这个经节，我非常的 shock， 我觉得哇，神是在用他的方式在回应我。你不要怕，你在受苦，我知道，就算你病重战床，我也会为你铺床。就这样子，我感受了上帝与我的同在，我也有靠我的意志力完成了所有的疗程。这2年来，我做了8次化疗，是前面1次是失败的，4次96小时化疗，骨髓移植，之后还有34次的电疗，2次胸腔开刀。这是我所有的疗程，终于结束了，经过了2年。在11月25号，又是要看报告的日子了。但是我已经有9月12号的阴影，所以我们家人是觉得有一点没有信心的去诊间，因为对我来讲很没有信心，听到自己痊愈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在诊间等了3个小时，因为我的医生他还蛮多病人的。那就在等待的过程，爸妈用很有信心的眼神叫我不要信，只要怕，这次一定会好的。就在那一次，我走进诊间，我终于听到我这2年想等待的一句话：
我的医生就对我说：“你痊愈了，你的癌细胞终于全部杀死了。”就是他告诉我你重生了，恭喜你。那一天我们家3个在诊间外面爆哭，然后欢呼，连旁边的病人们都帮我拍掌鼓掌，就是看到我重生，为我开心。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我就是上帝实实在在的见证。我也感谢那时候我的好姐妹婷一，她那时候为我做这首歌，因为你有耶稣。里面的歌词安慰了我，要我有疾病的时候不要怕，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在。不管是现在你有没有疾病在身，不管是疾病心灵，我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们带来安慰，就如同上帝给我的安慰及见证一样。我相信耶稣在你的生命里会为你的伤痕或为你的忧郁掀开那块黑布，会让你的生命有他的引领。不要怕，你有耶稣，就算现在乌云密布，生命会解开这块黑布。
愿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们安慰。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怎么样的生命故事？我想生命故事不是只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年轻的人一样有非常美好的生命故事。刚才我们听了3位姐妹的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见证，也听到了许多用生命谱出的诗歌。他们在耶稣，他们的生命遇见了耶稣，于是变得不一样。就像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遇见了耶稣，生命变得不一样，然后她跑去做见证。整个撒玛利亚城本来是很拒绝排斥犹太人的，他们因着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的见证，整个城他们都愿意相信耶稣。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可能有的人还不认识耶稣，可能有些人你即便信了主，你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但是耶稣总是会向你们敞开双臂。当你们生命碰到干渴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永远在你的前面等着你们。耶稣在井边等着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在刚才的我们这些敬拜团的团员，不论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诗歌，耶稣一直都在。耶稣也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向他走去，只要我们愿意向他走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不一样，都可以涌出活水，永不干渴的活水。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充满美丽，已经让欢喜就这样变成。